讲到这几年，这南科台南园区带动附近发展，人变多，车也变甲真歹停。新乐湖定位区呢，有甲这车路，就算是画红线，民众也是照停不误。连庙埕本地是有少人停，却因为大家拢占的无要走，落尾庙也无要对外开放啊。交通局表示讲，已经等咧规划，按说会搁再增加400个停车位。 车路两边汽车停甲窄，电车要小小心就跋倒。今仔因为南科台南园区发展，除了有袂少工课机会，大楼嘛一直起，带动周边的商机。不过在地民众反映，新市区、新河、中卫区道路车位根本无够，就算目前有2座停车场，不过嘛是枪在停满，天数定出现交通乱象。几啊10档啊便来遮看到哦，大家真正停车啦，做无方便，啊那好有够复杂的啊问题，事实都真正是安尼问题啦。尤其外来租厝的，啊咱新河的人口呢是已经8000人，未来呢3档，只够有3个大楼咧去建设啦所以我较困扰就是咱路边停车的问题。经过了解，新市实际有入户口的数量并无增加。新市区公所指出，估计有1万多人拢是外来人口，造成者愈来愈少停车。在地这间庙宇原本庙埕是开放式的，方便性上好停车。不过所有人一停就2-3天，规个顶掉咧。到尾庙方决议无爱对外开放，交通局回应会先针对车辆违规做管制，会加设400个停车格。即摆挑倒摆来换车走，现在拢有这个现象，好多个人来坑入庙埕，必须讲造成真的信徒反映讲。 无迄个空间，做不方便。道路宽度许可的部分，我们会来规划一些停车格。那相对路边，如果有一些公共设施的用地我们会来评估来增设停车的一个路外停车场的空间交通局讲，未来个参地方做会严极讨论，因考虑未来会豆豆引入相关的收费管理，和整个停车资源有效分配。记者李新武台南采访报道。